午到早，欢迎收看4月24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纯。新闻头先来关心，花莲有游客坐船要去看海岸，伫咧海面上发现有物件浮浮沉沉，竟然是一个男性的遗体。这船长是赶紧通报海巡署来处理，目前判断应该是前几日伫咧台东三仙台跋落海失联的钓客，已经有联络到家属，要来确认身份。海巡人员甲浮伫海面的遗体整理地下了后，浮起来。这是花莲一只看海岸的船，23早起出海的时，发现有物件伫海面浮浮沉沉。拄开始掠准是废弃的掠鱼的工夫，无想到我近啊看才知影是人的遗体。本来以为是一些废弃的渔具或者浮具，但我们另外一位资深的船员，他越看越不对劲。那等到我们距离拉到大约只有大概100-200公尺的时候，我们透过望远镜看到人的皮肤，就很确定那是一个在海上漂浮的大体。船长随停止行程，通报海巡署，海巡人员赶去现场，甲扶起来，而且甲遗体载登去港口。迄当阵，船顶有50多个国内外游客，解说人员也甲游客说明状况。若照讨海人的方式，会当伫茫茫大海当中帮助死者登去厝，这是功德无量。在船上的每一个乘客，因为大家都很体谅现场的状况，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在船上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解说员他非常有经验，那也很镇定的，不断的让船上的乘客知道说，第一个，这不是一个很晦气的事情。初步调查，死者那像就是4月17日台东三仙台失联的钓鱼客，已经通知家属来临，详细身份要待厘清。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台铁新左营站的查埔便所，去年底有清洁人员是发现讲，热档案内底竟然是互人装摄影机伫咧偷翕。调查落去发现讲，这是一个高铁姓曾的员工嫌疑重大，已经去互依照妨害秘密等等的罪嫌来移送，昨检方复审了后，10万块交保。沙铁强站的高雄新左营站，平均逐工伫遮出入的人次拢是几万人起跳。23所传出台铁新左营站2楼北边的查埔便所有人偷翕。桥头地检署是去年12月接到通报，有清洁人员发现一个查埔人定拄走来这搭便所，鬼鬼祟祟，唔知咧创啥。落尾伊去摒扫时，就发现肉道顶悬红偷装监控摄影机。检警顺线追查，及时发动敲催，发现一名姓蒋的查埔人涉嫌重大。查扣被告电脑、手机进行数位鉴识，以确保相关影像不外流，并循线查获中性被告涉嫌在114年3月间起，在台铁新左营站厕所内装置摄影设备，偷拍他人如厕影像。没有发现过那个密录器那种东西。但是现在经过这件事情，我们就会注意。因为风声这个姓蒋的查埔人，敢若是高铁员工，高铁也证实是员工个人的行为。第一时间已经先清查高铁内底更衣室甲便所，无任何的发现。后续会配合检警的调查，只要确认是事实，就会对员工进行处分。不过过新左营站逐工来来去去遮侪人，听到嫌犯对去年3月就开始偷翕，民众拢真烦恼。对小孩子来讲是蛮担心的，因为身为一个家长，你会觉得说，在台湾应该是很安全的。对，那怎么会是在南侧？我是比较担心，就是这种万一被拍到的话，会不会哪一天在网络上就突然看到我们自己的照片被 po 到那个影片上面去了，对吧？造成以后不敢在外面随便上厕所。台铁表示，代志发生了后，逐礼拜拢有针对便所实施反监控的检查，确保使用者的安全。检方强调，已经通知嫌犯交还说明，会继续清查被害人，就此来厘清案情。记者看到邱朝阳、高雄仓报道。台南2月有发生一件车祸，是一个姓吴的查甫人无驾照过食毒驶车，车顶还有载5个囡仔，而且是违规拒绝警察临检要走去，所来出车祸。其中一个6岁囡仔，伊的脑伤甲真严重，即马检方是甲这个查甫人已经提起公诉，并且法院就要甲伊判罚较重咧。火车连行线甲龟头骹，会当看出浪甲偌大力。台南一个姓吴的查甫人，伫2月23使用毒品了后，无照驾驶4台火车载朋友的5个囡仔出门，中因为违规，互警方查落来，因若拒检，搁加速浪讲，落尾弄着轿车和电火条啊，造成囡仔受伤。被告的尿液检出安非他命浓度达每毫升8772奈克，甲基安非他命浓度每毫升44924奈克。
严重的超过行政院公告的毒品浓度值。澳洲毒驾连累5个囡仔受伤，其中6岁细的查某囡仔脑损伤到重伤害的程度。检方认定细5个查甫人涉犯毒驾攻击危险、第2同重伤害等罪嫌，考虑有真侪摆毒品和毒驾的前科。检方23将结起诉，而且求重刑。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件建请法院至少判处被告8年以上有期徒刑。汽车高速启动奥多摆，高雄一个有3个囡仔的妈妈3月互驾毒赛车的人弄死。有网友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要提悬驾酒赛车、驾毒赛车的刑度，内面致死的刑度加重到20年以上，甚至死刑。人数无到1个月就达标，但机关回应，但是学者讲，在短期之内也许有一些吓阻的效果，可是长期以后，一些人可能又固态复萌，强制的刑罚对他们来讲，好像似乎效用不大。除了说刑度加高之外，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像性侵犯，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做一些强制治疗的一个做法？驾毒赛车、驾酒赛车的累犯真多，明显看出重刑协助的效果有限。或者建议应该想办法，让驾酒、驾毒调调的患者的治疗更较有强制力，而且各大酒精锁这政策中地整的范围，可能较会当对源头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永康2日下晡，竟然是有一个查甫人当头白日要甲一个拄好下课的查某高中生甲拖走，好甲在这学生是喊甲真大声，勇敢来反抗，也佫经过民众是赶紧来救人。虽然这嫌犯绕跑去，也毋过警方昨暗头也是伫咧台南的东区抓到这个42岁细串嫌犯。查某学生下课行通行步道，要去坐公车，无想到煞雄雄出现一个穿乌衫的中年查甫人，竟然出手甲学生的嘴按掉咧，佮暗算要甲这个学生揪入去这间空厝。那天色没有暗，那另外我们学校附近的周遭是车水马龙，事实上是真的是蛮嚣张的哈，因为现在在车水马龙的路边。那很多民众都会路经过，所以也非常的还好，就是有民众发现制止了这件事。这个学生虽然迄时着车惊，不过嘛是勇敢反抗，伊的耳狗目镜嘛因为安尼，互人扣落来，造成面甲身躯有真侪大小可刺伤。加在迄阵伊大声喊救命，路过骑机车的民众看到，赶紧摕叉棍来斗相共。看到迄个女孩子后壁有一个查甫的。尾随，我咧骑过了，我感觉唔对啊，敢怪怪啊，我去外头看，伊就他掠伊的脖子束的，按伊的嘴条拖去草坡啊，我都摆停来，我就看涂骹有一支木棍，我就下伊木棍来处理啊。落尾警方接到通报，随到场，学生甲赶到场的家属先去病院验伤，才去做笔录。犯嫌随即由路人制止后逃逸。发生原因尚在调查中。本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目前校安维护和辅导嘛拢已经启动，警方嘛已经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虽然案件也在调查当中，不过大路边发生这款强压学生的案件，难免让学生甲家长会紧张。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风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拢有较转凉。伫咧西半部拢会较高落阵雨，而且雨可能会落较粗。因为其他所在嘛会落38雨。今仔日各地低温大约20至24度，南部的高温共款会当来到29至31度。明仔载各地天气由原是较凉，会较高落阵雨，中南部嘛有可能会落大雨。伊个就要等到礼拜，这东北季风减弱，才会较好天，又个变小热。来看去年花莲马滩溪做大水，灾情真严重，全台湾有超过50万人厝的志工去到当地来斗摒扫。即马是有社团做一身刷跳超人的红仔，踩伫咧车站头前纪念这个志工。起节目。扭开红布，穿超人衫、红风袜，手里拿一个刷条，手板的刷条超人红仔看起来足古锥。去年花莲高雄马达安溪崩山河1楼灾情严重，来自各地超过50万人厝的志工自发性来到灾区协助复原。有社团最近制作刷条超人的大身红仔，放在车头前，纪念上温暖的生命。希望能够把铲子超人的精神留在
光复乡不只是一座公仔，而且这是一个值得记忆，让光复乡民能够知道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全台湾还有全世界的我们的乡亲都来关心到我们的花莲。讲话迄车头第2日公开2线刷跳超人，一线是穿超人衫，手举刷跳唱遐讲。另外，之前是当日出来吐图，关注单位希望大家永远就会记得，伫光复乡上艰难的时阵，有一群人用上实在的身影，伫烂土内底用刷条、用双手带来希望。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着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是我们县政府跟社会处的一个好伙伴，共同的就是在协助帮助地方的弱势家庭。林凤照讲，刷跳超人代表台湾真宝贵的善良甲温暖，除了希望透过大仙人啊纪念这份互助的精神，嘛希望成做光复的拍卡景点，经营光复乡甲花莲的观光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台下太空人林基怡来台湾访问，佮回去细汉的时捌住过台中，去参访过去提供驻台美军物资的老面包厂，而且佮加这头家开讲，讲甲真欢喜。讲伊细汉的时阵一定有食过头家做的胖，才会当身体臃肿，成做太空人。美国太空总署第一位第二太空人林基怡访问台湾5天，23记囡仔时阵捌住过台中市，参访由特技小学老铁机1960年代创立的老面包厂。迄当阵伫美援时期，捌提供驻台美军物资，见证台美交流的历史。因互相换面包加 NASA 徽章。I think I ate your bread when I was little, and so now I have been able to grow up strong enough to be an astronaut. So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to this community and for your hospitality and for the city's hospitality today. 我是燃烧人自己，照亮别人，我不想赚钱。林基怡捌2遍去哩国际太空站，并且担任太空任务指挥官，伫国际太空站驻留超过311天，也是阿提米斯计划幕后推动者之一。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接待林基怡去进前是美军俱乐部的美村综合服务园区参观古建筑物。也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墙面，我们保留下来哈，当做新旧融合，也当做纪念美军俱乐部的一个墙面哈。And now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back and share my experiences with my family here. So thank you for welcoming me home. Thank you for welcoming me back to the Taichung family. 林基怡提议伫咧2015年踮国际太空站执行任务时阵，对太空翕台湾的相片做礼物。罗秀燕是回送一本书《华美的强音》，内面是讲1960年代美军文化影响之下的台中生活。林基怡正感性的讲，返来台中甲厝内人分享过去的记忆，敢若是完成人生的另外一个循环。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老大人换驾照的年龄要对75岁调降到70岁。交通部长阁预告要修法，5月31开始换驾照，阁要收50块。驾照若是过期无换，上当罚3000日，而且禁止赛车。阁来看自由时报。开开命案的社工被判刑，引发抗议。为何部长和第一线社工来开会达成共识？这社工的法律责任认定应该要比照医事人员，另外阁要来设立社工责任保险。落尾是中国时报，立法院长韩国瑜昨针对国防特别条例，阁在召开调野协商。因过上重要的军购项目甲金额有关是无共识，后礼拜一才阁继续协商。咱阁来关心，昨台股早起开盘就冲到38921点，是创下历史新高纪录。而在盘中却是大跳水，落到37000。这上悬上加肯定是差价1700多点，落尾收盘是收伫咧37714点，落164点。因过这成交量嘛是有超过14000亿，也是有史以来上济数字。台股搁再破纪录，23台股大盘大起大落，大盘开悬37971点，尾下盘中创悬38921点，强要到39000。因过尾下出现回动，指数变5跳水，
上架办到37164点，起盘超过1700点，尾下盘势有卡收，严格游玩收乌37714点，上市总成交量超过1.4兆，史上上大。乖离季线的一个乖离率已经超过15个百分点，那就过往经验来看的话，已经是有明显乖离过大的现象。那需要去提防就是一些技术面的拉回。那第二个就是融资余额持续的攀高，融资余额增加速度相当快的状况之下，就会让筹码面变得更加凌乱。专家讲，短线就要注意技术回动。严过美伊战争暂缓局势，外资大幅度回流。另外，台湾大型科技股营运展望好，外销订单动能强，基本面维持正强。也若情愿大工领头台积电也破纪录盘中价起哩2135块，收盘2080起盘拢有。除了市场资金的带动，23台积电办技术论坛展出 A13 制程，是去年 A14 节点的升级版，一旦向后上扬，互人可以快速升级。2029年量产。A13跟 A14相比的话，整个的一个面积可以再缩减6个百分点，所以说这个部分对于客户端来说的话，成本就有一定程度的减低，机或者是消费性电子的笔电的客户。其实非常适用于 A13。金管会正式局宣布，自24开始将会放零国内股票基金，一个主动 ETF 投资个别单一股票，会当突破净达10%的限制。台股目前只敢台积电占比重超过44%，外界认为放零发零加码，定位是间接帮助台股挑战3万倍。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因应这油气价冲击，行政院会是宣布讲，要来补助合法登记的计程车司机，5月20开始透过专用的加油卡加油会当拍折，一架车上最补助6000块。旧的卡，旧的只要重新申请就可以。对，重新，因为我换车嘛。丰县政府要用加油卡补助油钱，真侪运将走来中油确认，虽然一车上悬补助6000，运将讲虽然真好，不过也是无够。下一次啊，至少要多500-600块的，大概那个一个月都要多出好几万呢。这是努力爬，这是多几个小时啊。交通部讲，计程车油价质量补贴措施对象是全国合法登记在职的计程车，无包括纯电动车。有股会补助大概9万台车，用中油专用加油卡加油，采取油价质量补贴，每1日直接补助5块，登记期间按5月20到8月底，补贴期限到年底。那如果未来国际形势是仍然不稳定，油价再继续往上涨的时候，可以去做滚动式的调整。高油价的趋势大概不会因为短暂的战争结束就下来，对我们运输业的冲击可能会延续到年底。我们目前估算，在各个运具里面，我们大概就是希望用3个月的方案先来协助，希望说这个油价不要去影响到大家。因应高油价，行政院会确定由政府补助公路客运、国内航空3个月未起价。另外，对国内海运客运船只运送业，卖建议3个月的各项方案。远洋渔业是作业补助，也是靠港政府是经一种。近海渔业渔船用油，若是介绍超过标准，会启动1公顷补助1000。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英国哈利王子去访问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这也是哈利王子伫咧俄乌战争期间第3届去访问乌克兰。伊伫咧演说当中是呼吁罗西亚总统普丁赶紧停止战争，也呼吁国际社会伫咧关注中东局势时阵，嘛唔通将乌克兰放袂记。英国哈利王子23坐火车对波兰去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参加安全会议。演说当中，伊指出乌克兰已经赢得全世界的尊敬，也呼吁罗西亚总统普京停止这场已经进入第5冬的战争。President Putin, no nation benefits from the continued loss of life we are witnessing. There is still a moment now to stop this war, to prevent further suffering for Ukrainians and Russians alike.And to choose a different course. 这是哈利王子伫俄乌战争开始了后第3届无预告就去访问乌克兰。前2道是伫2025年4月去西部的利维夫，也有9月去基辅探视受伤的军人。这也显示哈利王子关注乌克兰的程度。当国际社会咧关注中东的局势时，哈利王子也强调唔通袂记咧乌克兰。I am not here as a politician. I am here as a soldier who understands service.As a humanitarian who has seen the human cost of conflict, and
As a friend of Ukraine who believes the world must not grow used to this war or numb to its consequences. 哈里王子即届也会去拜访老母戴安娜王妃在世时所支持的全球历史上久、规模上大的非政府独立组织，而且也会探视乌克兰受伤的甲退伍的军人。第三，伫基辅的安全会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幕僚长布达诺夫也有出席。也那泽伦斯基是参加伫塞浦路斯举办的欧盟领袖非正式会议，呼吁赶紧让乌克兰加入欧盟。About EU, so we are ready for opening clusters. And I think EU also is ready to support us in it. 泽伦斯基感谢欧盟通过900亿欧元的贷款，也甲各国领袖讨论强化对罗西亚的制裁，特别是打击对方的乌影舰队，也有进一步的军事援助方案。不过，拢也无具体的结论。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天主教教宗良14世访问非洲结束，要回去罗马进前，佮有主持上尾一场大型的弥撒。伊伫咧回灵基节头前，嘛有搁再强调反对战争的立场。Piuttosto vorrei incoraggiare la continuazione del dialogo per la pace. Le parti che partecipino, che cercano, che mettono tutti gli sforzi per promuovere la pace. La minaccia della guerra, che si rispetti il diritto internazionale. È molto importante per la vostra parte. 教宗表示，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为全球带来混乱，也害这无辜的百姓遭受苦难。教宗也讲，伊有炸一张黎巴嫩囡仔相片，讲这囡仔要替欢迎教宗去访问黎巴嫩的票据，说是不幸伫咧战火当中过身。所以教宗是搁再呼吁各国要赶紧搁进行和平对话。即马美国甲伊朗之间的局势是受到大家关注，即马也传出讲，美国是向宣布要甲海军部长惠兰来甲换掉。那像就是因为这个惠兰定定跳过国防部长，直接甲总统川普来咧沟通，引起国防部长的不满，才会入关。美国国防部第2向阳宣布替换海军部长费伦，由越南的副部长高雄接代，互外界惊一跳。The future Trump-class battleship, the USS Defiant, will be the largest, deadliest, and most versatile and best-looking warship anywhere on the world's oceans. 费伦不是军人出身，做部长进前长期在做私募股权投资，嘛就串袂赞助这次。虽然国防部无讲伊落台的理由，不过 CNN、华盛顿邮报这媒体引用相关人士的消息讲，这可能是因为费伦几两摆让过国防部长的迄个世事，直接和川沟通，致使嫌迄个世事关系紧张。另外，这项人事变动的时机点不只敏感，因为霍姆兹海峡目前正受到美伊两国相定封锁。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第2日近距离炮击3只货柜船，而且扣下其中2只船。伊朗官方公布的画面显示，卫队队员头壳后面手举机枪，坐炮顶爬上货轮。炮击甲扣下的过程，并无船员受伤，不过有一只船的篮桥留下伤着。革命卫队指控讲，这几只船并无摕到通行许可，而且想要踮家己船顶的导航系统动卡手，唔知上船扣下。And we will see. The president has not set a firm deadline to receive an Iranian proposal, unlike some of the reporting I've seen today. Ultimately, the timeline will be dictated by the commander-in-chief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北京表示讲，对着伊朗要伫当时找美国和谈，川普并无设期限。这场战争已经开始在对赌。美国虽然严重对伊朗的军事停战，不过会持续经济方面的封锁。公视新闻又派出张秀芬编译。南韩有2只 F-15K 的战机，2021年时阵发生小 A 损坏的情形，军方是开1800多万的代票来维修。即马南韩的监察院是公布调查结果，发现是其中一位飞行员为着要翕相录影来纪念伊最后一届飞行，所来造成这件意外，所以要求这个飞行员就要赔187万。南韩的监察院2日公布发生在2021年12月2台 F-15K 战机在空中毁掉事故的调查结果。南韩空军为此对社会大众道歉。监察院调查小组讲，迄当阵2台战斗机在中部大区执行任务，开僚机的飞行员为了要纪念伊伫部队最后一遍飞行，摕家己的手机翕相录影，为了要让另外一台领机的飞行员翕到家己更较好的画面，僚机飞行员突然间甲飞机有关背升，并且屏息。
虽然知影安尼两台飞机的伤活，不过已经未付的补救也是去弄掉。两个飞行员拢无受伤，不过两台飞机分别是倒屏的事故加尾流的事故受损。所以南航空管制府8.8亿韩元，差不多代表1874万的维修费用。监察院的报告内面讲，这位目前已经退役的僚机飞行员，伫任务进前的简报就已经甲其他人讲，伊要翕相的计划，而且翕重要的飞行相片，伫迄当阵的飞行员内面是正普遍的代志，也毋是僚机飞行员伊第一遍翕。空军本来是要求僚机的这位退役飞行员再负担所有的费用，不过伊2023年提出上诉，并解讲，迄当阵领机的飞行员有看到伫咧翕，算是准伊安尼先做。因为监察院要求僚机飞行员付空军所要求的1/10的罚款，也就是8800万韩元，差不多代表187万5千块。监察院讲，空军无有效监管飞行员的个人摄影器材，本来就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并且考虑到僚机飞行员伫代志发生之前，飞行记录一直拢正好，并且会当快速将受损的飞机安全飞返去基地，避免国家进一步的损失。不过，监察院的报告内面并无讲到两位飞行员的名，也无讲到对另外一位牵涉的飞行员有采取任何行动。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黎巴嫩甲以色列要延长停火3礼拜，双方嘛要搁伫咧美国白宫来会谈，伊正期待会当接待两国的元首。伫咧丹北的首都哥本哈根的郊外有2架通勤列车烧拢，造成5个人重伤，有性命的危险，另外搁有13个人轻伤，这事故的原因也搁来调查。韩国三星电子有4万的员工发动抗争，要求在调关薪水甲奖金，若无就要展开罢工。这是三星公司历来上大规模的抗争。咱搁来看到中国的导航 App。高德地图会当显示咱台湾街仔路的3D 影像，甚至是连这青红灯、村几秒拢看会到，这就引起国安的风险。内政部长刘世宏表示讲，当咧评估敢要全面来禁用，司法部也强调讲，这高德地图确实是属于危害国家交通安全的产品，禁止政府机关来使用。因啊，国防部长嘛已经下令，这国军包含私人的手机啊，全部拢袂当用。左转后进入最左侧道路。AI 语音助理提醒路况，这是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导航 App 高德地图，这么台湾也让下载使用。但是甲 Google 的地图比，高德这个拿简体字版会显示车道几条道路标线，也过无显示塞车路段。前方路过学校，开慢点，看看有没有小朋友在跟你打招呼。高德若是使用3D 视觉轨景，会当看到台北109、台北大巨蛋等地标。也过若是输入总统府，伊会甲你导航去中国南京。伫这份高德也阁开放新的功能，青红灯倒算计时，伫台湾一寡路段会显示误差只个拿2-3秒，互人担心治安的问题。像这类地图的软体来讲呢，其实大概功能都大同小异，所以当然这个基本上会有的治安风险也都差不多。担心说，你今天来讲，你去什么地方，你的资讯会不会被外泄？那这个当然其实是这个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高德地图或者是相关的跟治安有疑虑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做风险评估。如果认为说对台湾的这个国安问题呢产生重大的影响的话，当然我们会加以禁绝。司法部讲，依照交通安全管理法，高德算是危害国家交通安全的产品，政府机关拢禁止使用。高德使用的地图资讯，是甲互咱的厂商买的青红灯倒算功能，是用使用者大数据计算的，并无甲咱国的交通防治系统对战。不过治安署也是做检测，我们会请治安院这边做一些相关的检测。那我们预计在检测完毕之后，在5月中旬我们会召开记者会来跟民众报告。国防部长郭立雄讲，会统领国军全体禁止下载使用私人的手机啊，也最近立管。司法部提醒讲，根据中国的法规，中国政府有权利存取企业的资料，高德涉及定规行动规定的内容，若是回传登去中国的伺服器，会让互中国方面收集利用，民众上好是莫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总统赖清德本地要去访问咱伫非洲的友邦苏瓦蒂尼，说是因为中国甲中东这个非洲国家施压阻挡，只好这个行程就要延后。除了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停止这款的行为，日本的国防长官嘛是出声强调，确保航空的安全是国际共同的利益。
海巡特勤无预定检查口乌名大的货轮，这是海巡署国防部顶次的部会议伫第南沙太平岛实施的南元9号演练，是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亲身来主持，佫是过7档，佫一摆有部会首长顶岛，拄着美菲经大经联合军演嘛，伫菲律宾巴丹群岛来进行演化练习，对大总统原定出访和中国施压受阻，美日接盟友拢表达声援。航空の安全と保安という国際社会の共通利益を確保していくことは重要であり、そのために全ての関係国において透明性を持った運用がなされること。We see this as another example of China trying to intimidate Taiwan and Taiwan's international friends. We see this as an ab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aviation system and a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We call on Beijing to reduce or eliminate its pressure, whether it's military, diplomatic, or economic, on Taiwan, and to initiate dialogue with Taiwan across the strait, including and especially with Taiwan's elected leaders. 美国国务院表示讲，无认同特定国家应中国的要求，干预大总统例行出访的安全。因为即摆雄雄取消专机飞航许可的3个非洲国家，在悉尼、毛里西斯和马达加斯加，拢是奉行一中的原则。另外，国民党主席戴立文就一讲重申，全世界拢接受9·2共识，刘委会严正批评。所谓的一中原则，就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叫做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台湾没有总统，那对我们的全体台湾人民来说，当然都是觉得愤愤不平啊。但是郑丽文主席作为最大在野党的主席，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实在不太知道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我是希望郑主席不要再帮中共涂脂抹粉了。对无法度亲身去苏瓦蒂尼参加庆祝活动，罗总统已经打电话给苏王会师礼。根据苏瓦蒂尼媒体的报道，苏国政府表示讲，虽然对罗总统无法度来感觉危险，但是从婚礼界国际旅行安排复杂性和外交因素，佮强调这件代志未改变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检调，最近是查到一件洗钱案，有一个参与诈欺姓洪的查甫人，是交给台中商银4间分行在经理等6个人，用假的公司行号来开口座，那是向通报洗钱的时阵，这银行的主管就会来到暗砍，协助洗钱的金额是达到36亿。台中的地检署是已经侦结，甲7个人拢总起诉。穿普色西装的洪党署长行出调查站，向移送地检署检调调查发现，洪党的开发公司参加诈欺甲外交集团犯案，为着洗钱交给台中商运6个高阶干部，金额有达36亿。23台中地检署侦结，甲7个人起诉。发现台中商银中部地区有多家分行涉案，总计不法洗钱金额新台币36亿4千万余元。本处申请查扣这个不法集团不法所得2亿6千910万余元。检方讲，姓洪的查甫人交陪银行的人，交给台中商运潭子分行张经理、头份分行曾经理、中正分行黄经理、陈商理、北屯分行姚经理、苏商理等人，按2024年9月到2025年4月，滥用职权退出已经无实际经营的企业社开户。若是爱通报洗钱的时阵，就会跳过于暗号，完全通报主管机关，也是协助暗砍金流。任洪姓被告等7人涉犯刑法加重诈欺、赌博、伪造文书、银行法特别备信、洗钱防治法巨额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于今日起诉一审，并建请法院接续羁押。检方认定因涉犯刑法加重诈欺、外缴伪造文书、银行法特别备信、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嘛查到不法所得2.6亿。最近表达我们对这个案子的重视，而且我们希望就高层，然后来说明这件事情，并且去厘清相关的一些事情。台中商运发布声明讲，强调会全力配合司法调查，事件对银行财务业务拢无影响，营运正常。经管会强调讲，会要求台中商运高层说明，嘛提报银行工会要求加强管控措施，也会照行政程序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新竹市的产地去年爆出受到水银的污染，检方查到是一间化学公司违法驾驶化学物质的水漏入去圳沟内底，才会去污染到产地。检方已经针对公司的负责人等4个人来提起公诉。
另外，伫咧新竹的凤山溪最近溪水变色，环保局调查发觉是有工厂伫咧污水井流出来是土水尔。虽然是正当的工程，不过因为这工厂处理无好势，也是会甲因告发来罚钱。拿一瓶小瓶的过来采。稽查人员来到化学厂的外口，入去到一个真矮的水沟的采样，要将化学厂排放出来的水含水沟底落过霾污染的情形。伫新竹市的这间化学公司无摕到任何许可，就违法回收客户使用了后，含无洗内面有化学药剂的废容器，甲洗了后，所互这内面有水银的污水，一路排入灌溉沟啊入去厂内面。我们在它的废水处理设施里面有部分有测到。那个重金属，那在它的沟渠里面的底泥也有测到重金属，跟那个污染的那个稻田是一样的。目前是吻合的。去年7月，新竹市的田是爆发土肉稻啊，含沟仔底的土埋拢出现水银超标的情形，嘛，互稻啊因为安尼拢总销毁，或甲再是无流入去市面。新竹地检署刷落来是指挥各单位来侦办，查到化学公司是无牌处理含洗废容器，甲公司的负责人、主管含员工当中4个人提起公诉。涉嫌违反废弃物管理法的案件，本署强调，对于任何非法清除、处理废弃物及破坏环境、危害国土安全的行为，必将依法严查严办。捌出现有机用这污染的新竹县凤山溪，最近居民是有够烦恼，因为雨水搁再变色，当地的团体较紧出动空翕机，结果发现讲一间工厂污水井，烦恼讲造成污染是通报环保局到场，检测酸碱值含导电度拢偏悬，因为这里自来水的提水口敢若200公尺，居民真烦恼会去污染到自来水。它距离关西的自来水的取水口才200公尺，那个是我们关西证明的那个我们的饮用水都从那边过来。3天前发生废液漏泄的事件，互关西的居民即马想起来拢真惊，一直呼吁较紧来设立水质水量保护区，禁止污染产业进驻。即摆的事件，新竹县环保局表示讲，后壁是确认这污井行为合法，流到凤山溪是土水，若是无好好来处理，会依法来告发。记者综合报道。有主权团体伫顶礼拜去到家己的渔港放生真济鲈鱼，结果这件代志伫咧网络分享了后，说是吸引到真济民众来遮钓鱼啊。鱼啊，顺着港啊流入去海内底，岸边阁有真济民众一趟接一趟倒鱼啊入去。19有主权团体伫家己县东石渔港举办互鱼放生的活动，想袂到放生拄结束，渔港就出现来钓鱼啊的民众。还没有看网络，好像我看到每个码都爆桶啊，所以对啊，想要来听听看啊。听说是放生的，对，所以你也是对赶来钓，看人家 po 文就过来看看。收获怎么样？收获还好，就钓4、5只而已。有网友伫网络发文，讲伫遮钓到真侪金目鱸，结果为拜一开始，渔港的附近马山角顶面，逐工拢有真侪民众来到遮钓鱼啊。现场民众表示，下晡时啊风影较大，钓起来的量无再时啊侪，就有网友伫网络讲，这是鲈鱼之乱。对，吹上面有鲈鱼之乱，然后大家都在这里。就这边外拢钓了等于。原本是善心放生的活动，转移外互渔港加做民众新的钓鱼场。家己县政府渔业科指出，这个慈善团体事先有向因来申请要放鱼啊，是合法的互鱼放生的活动。呼吁想要伫海域来放鱼啊的团体，拢要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才袂受到处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北有一间高中4月初开始传出有学生出水珠，一直到4月2日，全班33个人，就有8个人那抢东去互画着，学生就来质疑讲，是安怎学校唔互因停课？那校方表示讲，因为出水珠唔是法定的传染病，无强制停课的规定，即卖会交互家长来投票决定，若是超过一半赞成，就会停课。早到部报路啊，学生真细致用漂白水来拼教室。对4月17开始，这已经变做这个班的例行公事。因为台北市一间高中是爆发出租的疫情，有学生控诉讲，对4月初1开始就出现第一个案例，一直到4月2日，小连所有学生出现镜头，规班33个，有8个人是疑似感染，质疑讲谁也不爱停课。学校没有执行停课的措施，是因为其实这一块没有做所谓停课的一个标准的规范。当时高中解释讲，目前是4月17接到第一个通报，到4月23上新的通报，确诊有出租的人数是5个，并不是8个。另外，今日停课，23中昼嘛调集学生和家长的代表来开会，目前是等待等家长投票的结果。
毕竟家长担心跟小孩的学习是会有不同的立场，确认一下是不是有达半数以上的家长希望校方做停课，还是维持原来的做法。这个要回归到各县市政府，目前有关于水痘的一个停课规定，就是由各县市政府来做相关的一些律定。根据疾管署的指引，目前敢若长病毒是一礼拜内港版确诊有2个以上，就建议停课。不过同款是地方政府来裁量，因为这摆水珠并无引发并发症，因为不是强制隔离的法定传染病，嘛无强制停课的相关规定。不过决定到要停课的权责单位伫地方政府，目前本案照台北市教育局的各项传染病防治措施，同款会当经过班级半数的家长同意来决定。通常水痘感染是比较温和，但是有些水痘的人也可能发生次发性的皮肤感染，或者是造成脑炎跟肺炎。意思是提醒讲，公费的水珠疫苗目前是敢若注过一剂，不过到高中抗体有减弱的危机，完整的病程差不多有10天这么长，嘛是要持续监测提高警觉。教育局嘛讲，已经督导学校持续观察学生感染的情形，拜六礼拜嘛会针对全校的环境来做清消。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国会有通过法案，对2009年以后出世的人，规世人是拢袂当去买分。而咱台湾敢会参考这款做法？卫福部长赵宗良就表示讲，以世代做单位，一代一代渐渐减分，这款的概念需要经过社会共识，所以各件事会个讨论。在英国的街路有真侪人在食薰，但是未来有可能看袂到这种景象啊！英国国会进前通过法案，明文规定2009年1月初1迄天含以后出世的人，终身袂当买薰。另外，嘛会监管电子薰的口味、包装含陈列，而且扩大禁薰的场所。It is a landmark bill, my lords. It will create a smoke-free generation. It is, in fact, the biggest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 in a generation. 事实上，看全球，纽西兰是上早提出无分世代政策的国家。2022年，广东政府提出3项措施，包括禁止卖薰予2009年以后出世的人，减少薰草的零售商等等。但是，予薰草的业者批评，在2023年政党轮替了后，纽西兰政府阁撤回3项措施。马来西亚嘛捌提出禁薰世代的计划，不过在2023年修法了后，改作18岁以下禁止买薰。目前，加拿大马尼地区是正式实施世代禁薰令，而且唔那是当地的公民，连入境的外国游客嘛拢适用。英国它的无烟世代其实是禁止烟，它并没有禁止电子烟。那这种做法其实不只是跟台湾的一个法律做法是不同，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倡议跟策略上的一个建议也是不同。台湾我们要做的是无烟品世代，禁烟场所的订啊，那么等等的管制，那么也相当的成效也不错。那么至于要不要那么导入到这个世代禁烟的概念，我想这个需要有一些社会的讨论。赵宗良强调讲，过去台湾在薰害防治方面表现袂歹，成年人食薰率已经大幅降。未来敢会引入世代禁薰的概念，搁爱做社会讨论，凝聚共识，会交互各件事做进一步研究。记者综合报道。热天大家拢爱啉凉的，也毋过这台大团队是研究发现讲，一杯700cc 半糖的饮料内底平均的糖分是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标准，而且部分讲无糖的饮料实际上也是验会到糖分。这学者就呼吁讲，标示应该爱改善，因为消费者有知影的权利。无论是天气烧热，还是做工课压力较大，真侪人拢会想要啉一后手冲茶放凉心情。不过，台大公卫研究团队针对市面的手冲茶做分析，所发现一后700cc 半糖的饮料，平均有46.5公克的糖，已经超过世卫组织建议大人逐工食糖量50公克上限。研究团队嘛指出，有部分表示无含糖饮料实际上冇验到糖分。饮品里面还是有55.6%的无糖手摇饮品里面可以减出糖，所以这个无糖饮品不代表它里面没有糖，它的糖可能来自于它的原料果汁、乳品或是配料珍珠、蒟蒻等等。但是对消费者而言，我们可能容易以为说无糖就是没有糖，那其实这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消费的行为。
研究者讲，啉手切茶其实甲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有关系，若无改善，国家为着要负担疾病，会造成200多亿的经济损失。另外，研究团队佫分析市面189件的建本，发现有26件有糖味剂，尤其果子茶甲有料饮料上接见到。不过成分却表示甲无清无楚。多重的人工甜味剂这件事情，虽然它并没有达到一个暴露的毒理的风险可是这个限于民众不知道的一个状况，对于民众做一个有引凤就是有知有了解的一个选择，呼吁未来在政策上在实务上能够提供民众能够有比较是有知情的选择的权利。研究者希望透过研究的成果，通协助未来推动确实表示的改善。手切茶成分透明化政策的参考，让民众会当知影啉到手切茶到底有啥物款的成分，做伙守护人民的健康。记者吴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来看第一届金会奖，这是以白色恐怖受难者为书做主题创作的台文绘本，若是咧送批去摕到非虚构类的大奖。这绘本若是最好看，图嘛画甲真有路，其中嘛有台文创作的作品，这是头一届金会奖的入围作品。那现场嘛有剧团结合绘本的表演，观众是看甲真入迷。二手妈妈。头一届金会奖拢总有6道奖项，这摆上互人关注的是金会大奖有虚构甲非虚构类。虚构类是赛感觉是会点得奖，若非虚构类的得奖者是以台文创作，若是咧送批得奖。以白色恐怖时期，这受难者无甚到位的为主做主题。台湾人即摆足自由嘛吼，咱拢感觉自由民主是真自然。其实。自由民主其实伊是真侪人是努力来，这个金会奖吼足好的，就是讲因为台湾真侪足好的创作家，咱若有一个这个奖来甲大家鼓励，大家有这个鼓励到这个继续创作去的迄种的迄动力。绘本长期以来拢是金鼎奖下底一个种类，创作者毋若欠缺资源，就算作品出色，嘛无转属的平台互因肯定。那文化部今嘛是国家级的金会奖，都是毋忘替台湾绘本的创作打造金鼎奖、金漫奖、金典奖出版界3金平齐徛平台。如果我们不给这个机会的话，他们很可能画一画，就算得到波隆纳到处得奖完之后回来还是很寂寞，他就不画了，因为画一个绘本他没有办法生活。我认为这个生态一定要建立起来，所以容我很骄傲的说，今年2026年是我们的绘本元年。文化部讲部分得奖的项目作品会当申请文化部60万的奖励，出版后一本作品。那全部得奖作品嘛优先列入 Books from Taiwan 2.0外译推广的计划，把台湾的绘本撒到全世界，让国际看到咱的作品。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去年伫咧美国佛州大学有发生一件枪案，造成2个人死亡。根据警方的调查，这 ChatGPT 那像有建议凶手会当使用倒一款枪，伫倒一个时段较适合开枪，所以警方是质疑这 ChatGPT 有协助犯案的嫌疑。去年4月，一个枪手伫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致死2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随后警方开枪射伤送医。枪手方指控几项谋杀甲谋杀未遂罪，检方对伊就处死刑。警方调查验 ChatGPT 的对话了，另外对 ChatGPT 和母公司 OpenAI 展开刑事调查。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hooter and ChatGPT revealed that the chatbot advised the shooter on what type of gun to use, on which ammo went with which gun, on whether or not a gun would be useful in short range. ChatGPT advised the shooter on what time of day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the shooting to interact with more people, and where on campus would be the place to encounter a higher population. 我特别理讲，调查的目的是要确认 ChatGPT 敢有协助，也是唆使犯罪。就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向 OpenAI 发出传票，要求提供相关政治及训练材料的记录，通确认 OpenAI 敢着对于 ChatGPT 在这件枪击案内底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刑事责任。My prosecutors have looked at this
And they've told me if it was a person on the other end of that screen, we would be charging them with murder. OpenAI 的一个发言人回应讲，这类大学枪击案件是一场悲剧，不过公司对此无承担任何责任。在知影这个事件了后 ，OpenAI 识别出一个相信是含嫌犯有关的 ChatGPT 考作，并且主动分享给执法单位。伊嘛讲，日本内底 ChatGPT 依照事实提供网络公共资源内底普遍存在的资讯，并无鼓励也是唆使非法的活动。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好，咱换来看世界出名的漫画角色维尼的普小熊维尼，到今是已经100岁啊！迪士尼公司佮专工伫咧英国伦敦来举办特展，重现经典的画面。You are just in time for the best part of the day, the part when you and me. 这是迪士尼公司庆祝小熊维尼100周年的影片，让观众佮想起维尼陪伴大家的日子。英国伦敦办一个干那3天的维尼快闪特展，策展的团队因的灵感就是对绘本内底这个森林来，也就是伫英格兰东南部的阿斯顿森林。特展彰显维尼甲朋友生活的大自然环境，其中这个野餐区，让大家看到维尼甲朋友做伙淡山甜路，岛仔顶的鸡卵糕甲蜂蜜罐仔、果水饺，让大家足欢喜。I think they have that universal appeal where no matter what day and age it is, being there for your friends, taking time to reflect and enjoying the simple things in life really mean something all the way through from the 1900s through to where we are now. 特展也按绘本的主题设计浸水式的互动游戏。除了替查甫囡仔克里斯多夫罗宾敲找失踪的鸡龟仔以外，还佫有这座插桥是维尼甲朋友咧耍经典的手机仔比赛的场景，还佫有这个动态展区的主角是跳跳虎，邀请游客来甲跳跳虎比拼，看谁较高跳，大人囡仔拢耍甲足欢喜。Two grandparents that are still alive and they're almost 90. And it's mad to me to think that they would have grown up with Winnie the Pooh too. But my son personally loves honey, and he loves bears, and I think that and bees and the beauty of nature and walking through a forest. 这个免费的展览门票嘛，去用抢甲空。展览嘛，甲国家地理协会探险家合作，放送纪录片《蜜蜂的奥妙》，介绍维尼上爱蜂蜜对倒位来，嘛提升民众环境保护的意识。We all know that Winnie the Pooh loves honey, but the honey comes from just one species of bee, the European honeybee, which many of us are probably quite familiar with. There are, in fact, 20,000 species of bee. 维尼的美种唔那是全球拢有，佫是跨世代的。用维尼绘本改编的作品真正算袂了，包括动画《跳跳虎历险记》、猪仔囝大行动，到讨论作者创作过程的真人电影《永远的小熊维尼》，拢显示维尼得到足侪人的喜意。这场特展伫咧伦敦结束了后，预计会去到波兰、也有法国等等的所在继续巡回举办。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伫新闻的最后，再来关心各地台气象，受到风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今仔日各地拢有较转凉，西半部嘛会较到落尽雨。咱做伙来看各地头详细温度。北部地区20度至23度，中部地区21度至26度，南部地区22度至31度，东部地区21度至27度。还有外岛地区17度至2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